人工低就代表你唔成功，冇屋冇車冇幾百萬就代表你人生輸咗。如果你係咁諗，你可能一直用錯方法衡量自己。你有冇發現，我哋好容易將金錢同成功畫上等號？見到人哋人工高、住大屋、揸靚車，就覺得人哋成功；再望自己，就開始懷疑，點解我仲未成功？係咪我唔夠呢？點解人哋有，我冇？但其實收入只係人生其中一個數字，唔代表你全部嘅價值。有啲人收入好高，但每日工作10幾個鐘，壓力大，冇時間陪屋企人，甚至失去自己真正想要嘅生活。解決方法由今日開始，試下用3個新標準重新定義成功。第一，金錢，你有冇能力建立穩定收入？第二，時間，你有冇時間留俾自己同重要嘅人？第三，選擇，你有冇能力選擇自己想過嘅人生？真正嘅成功唔係單純賺得多，而係有金錢、有時間、有選擇，仲可以活出自己真正想要嘅人生。所以唔好再問我賺幾多錢，試下問自己，我想用金錢創造一個點樣嘅人生？